来看9月初海葵风台，农业部是核定台东县是重灾区哦，会当来申请农损的救助。也毋过过外月咯，有的农民是阁还未摕到补助，无传出讲有农民申报无实在，还阁重新勘查。有农民正怨叹政府快速宽松财损认定的政策，敢是跳票咯？海葵风台将台东县年底上大的收成的往来石卡吹下去，一年一收的稻菜顶也落个龟头卡，农民心灰气了了。农业部核定台东县全县拢是灾区，全品和农产品啊受损面积20%，都应申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加家己贷款，政府会放零认定。赶紧发补助，不过风台过后5个月，到即马真侪农民也无领到补助，新北中间煞无经费。农民也会欠其他工作人员的钱，所以一个欠一个，就变成问题越来越多。还要做第2次的复勘，所以现在农民当然他们会很焦虑嘛。即马传出，因为有部分农民可能误解政府规定，有人虚报财损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目前第1摆复勘了后，已经申请完成3亿元补助。种植的面积跟他申报的面积不符，甚至有一些可能登记错误，可能种植的作物跟他申报的又不一样，那所以造成现地勘查的时候，这个通过率不够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即摆天然灾害补助是用个别乡镇会勘完成了后，就送农业部核发补助款，甲以前全县统一申请无同。目前也有3个乡镇会进行第2摆复勘，会加速审查，也呼吁农民毋通虚报造成其他农民困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